Hello，大家好啊！大新聞報導，喺琴日13號嘅時間呢，大家相信都覺得天氣熱辣辣係嘛？下晝大部分嘅地區呢，氣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，其中元朗、上水更加分別錄得34度同埋34.7度嘅高温。不過呢，一道低壓槽呢將會喺今日14號同埋15號呢兩日呢逐漸靠近華南沿岸。預計該區會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根據天文台最新嘅9日天氣預測，由今日開始至到下個禮拜3要落足7日嘅雨啊！所以大家知道啦。根據天文台分區天氣預報本港喺琴日大部分時間呢，氣温上升至31度以上。其中跑馬地西貢屯門大埔、錦田同埋坪洲等等呢，都係超過32度嘅。而至於打鼓嶺、流浮山就有33度。全香港最熱嘅地區呢，你哋真係估都估唔到啊！原來係元朗同埋上水啊，去到呢有34.7度嘅高温。但係呢，由今日開始會有驟雨同埋甚至狂風雷暴啊！氣温介乎25至29度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。下週初嘅時候呢，甚至乎風勢都會頗大，仍然有幾陣驟雨。根據天文台最新嘅9日天氣預報嚟緊係會落足7日雨嘅。其中今日開始天氣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驟雨逐漸增多，以致有狂風雷暴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。週五嘅時間呢，亦會大致多雲，間中有大驟雨同幾陣嘅狂風雷暴。而至於星期六同星期日呢，仍然都係多雲，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或有雷暴。大家小心注意啦！記得訂閱我哋嘅大台 channel，多謝各位。